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亚一博的吼，大拜都会拜六礼拜，我就知道，坐高铁的人动多人就会出去了。动多人要要去台南了，台南嘛有动多好搞好料的素菜，大家应该就当地。韩国也还没有动多的咖啡店，咖啡店有动多好食的咖啡啊，韩国好食的点心。故说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我注意听哦，台南的咖啡店哦，细细个来分享。今日嘅节目里度有请到的来宾来分享 BB 咖啡嘅小富分享。大家好，我运到吴小富，我妈妈是信族关系的行业，今年真欢喜来到了。哇，分享小富来到节目当中，很辛苦的练了一段客语自我介绍。谢谢。对，欢迎你来到客家天师来同大家来分享。其实小富这个咖啡店嘛，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看见外北玩会吃到，呀，跟店员会按枸杞，这些店怎么那么高级？小富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咖啡厅的外观，只是听说就是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 high class， 就是不敢踏进去的感觉。对，这一栋建筑物它现在是一个艺廊，叫做 BB Art。对，然后这栋建筑物当初大概是在1940年代左右的时候盖的，然后它曾经是台南号称第2间百货公司。第一间是林百货，对，第一间就是很有名的林百货，然后第2间它叫做美丽安洋品店，对，然后它也曾经当过美军的俱乐部，然后之后也当过一些像证券行啊、家具行啊什么的，对，那大概在10多年前，就是由现在艺廊的老板接手，然后就把它改造成现在的艺廊。哇，对，你刚刚说1940年代差不多的时候建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古迹耶。对，老房子啦，对，很老的建筑，但是因为它运气不错，就是不管是哪一代的，就是屋主都把它保存得很好。对，所以坦白迄讲，天司机条件观众朋友有去到台南嘅话，看到一间店的，不要不敢踏入，好不好？其实是可以进去的，这是一间艺廊，而且免费参观。对，就是艺廊的老板就是在里面有跟很多海内外的艺术家合作，然后就有很多作品会展览或者是贩售。对，那因为艺廊的门是一个看起来很有距离感的红色大门，对，但是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就是推开门，然后走进来，就是欣赏一下艺术品，对。然后2楼就也有咖啡厅。好，所以1楼跟3楼是艺廊，对。然后2楼就是 BB 咖啡，对。好棒哦！欣赏这些艺术品之外，杭州的色咖啡，想在艺廊里面喝咖啡，好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对，就是很多人都说觉得那边的。就是因为环境空间，就是从以前盖的时候，他们就盖的比较挑高，然后对，所以就是跟台南很多其他老屋咖啡厅相比起来的话，就是那个整个空间感或者是采光，就是都会很好，然后旁边也会有就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的艺术品这样子。哇塞！对，所以这个小富经营的就是在艺廊里面的一间咖啡店，非常给 TPA 同大家来分享。但是我很好奇，小富一开始有讲到，妈妈会关心你，但是其实你平常会待到台北，是在台北，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就是等于说你现在因为在台南开了这间咖啡厅，所以你等于是大部分定居在台南了，对吧？对，我其实土生土长台北人，对，那我妈妈是关西人这样子，对，但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大概4、5年前到台南去，对，然后就也是餐饮工作吗？对，类似就是食品相关的工作，对，然后就是到台南以后就觉得。生活起来那个步调比较舒服啊，然后整个气氛就觉得比较喜欢台南的氛围啦。对，我很好奇，因为你知道我在苗栗长大，你苗栗胎，然后在台北工作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很难想象大家一直说台南的步调很舒服，你觉得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台南的步调舒服是什么样的感觉？跟台北比起来的话，台南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啊，或者是什么的，对，然后可能路上也很多日常的很好吃的台湾小吃啊，或者是什么的，对，那就会觉得整个
都市就是街道上面的氛围，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紧凑的感觉。对。那你吃台南的食物有觉得口味上不习惯吗？因为董董你会讲，台南的东西懂甜。对，一开始有。一开始确实有，就是会觉得说哇，就是很多东西，像例如说肉燥饭啊，就是在台南我第一次吃肉燥饭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为什么肉燥饭会是甜的？对，或者有一些羹类的东西，对，都很甜，对。但是久了也就习惯了，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也变成台南的口味，所以已经转变，已经习惯了。对。哇，那在台南，因为一开始没有讲到，你去台南一开始不是做BB 咖啡这个工作，是做其他工作。那怎么会有机会可以接触到 BB Art，就是这一间艺廊？因为我自己觉得在艺廊里面工作，感觉应该是一个很高的门槛。那就是因为。之前因为另外一份工作的关系到台南嘛，那在台南也就开始会认识很多在台南的朋友。对，那现在的这个咖啡厅之前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经营的人，对，那他就是要离开台南了，那他就觉得希望可以找一个人接手这个空间，这样对，那就因为认识，所以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对，那也就跟艺廊的老板谈啊之类，那艺廊老板就觉得 OK 这样子，很棒哎，对，而且你的艺廊里面的食物的我觉得定位也很有趣，怎么该讲很神奇呢？因为伊讲我有台湾的米食和我有外国的米食这种台洋风的搭配，为什么会想要用这样子的风格呢？主要是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都是一直在厨房工作。那我工作的餐厅都是意大利的或者是法式的餐厅。很厉害呢，难怪你可以在艺廊里面的咖啡厅工作。对，但是因为就是毕竟从小吃到大的那个东西都还是台湾的，像卤肉饭啊、牛肉面啊，这就是很台式的口味。对，所以虽然学料理的手法是西餐，对，但是就是在自己研发菜色的时候，就还是会希望可以加一点自己熟悉的味道进来。而且自己研发的，别人才学不走。可以做七嘎给招牌、七嘎给 T 恤，就像是他的儿童泰嘎来分享给我们看这一盘哦。很漂亮，这一盘的外表你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咸派这个外表非常就是烤得非常酥脆的感觉，但是呢，它的口味供出来，它可能会很多。来说一下它是什么口味？它里面的口味是那个台式的红烧牛肉面的口味。红烧牛肉面的咸派，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味道？很好奇，你当初怎么会蹦出这个想法？就是因为在艺廊里面嘛，就会希望说可以做一些就是轻食类的一些食物，这样。那咸派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会喜欢吃，对。可是因为大部分在外面可能吃到常见的口味是像什么培根啊、蘑菇啊这种很常见的，对。但因为派这个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各地区他们会习惯把一些边边角角的料或者是当地的食物，对，就是把它装到派里面。对，那因为我就很喜欢吃牛肉面，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口味跟咸派应该会是很合的。我真的有知道牛肉面的那个牛肉卤肉的味道对，那个红烧牛肉面味道其实还蛮重的。而且就是因为咸派里面有加了鲜奶油跟蛋嘛，所以它会把那个红烧牛肉跟那个牛肉的红烧味全部混在一起的感觉，对，让它很好的融合。而且因为派皮就是里面有奶油嘛，是比较西式的食材，对，那跟台式的红烧牛肉加在一起，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味道出来，这样子。而且你的派皮长相也蛮特别的，一般来讲，你都不会吃到个派皮会长得可能很圆，或者是有个花朵状。对。那你的比较不规则。对，因为我自己在想菜色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自己，有点像是在搞怪，或者是就是喜欢你的创意，对，看能不能做出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来，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到说，可以用类似像酥皮浓汤的这种酥皮这样，对，那它在烤的时候长相也会很
自由奔放一点。所以每一颗可能都有一些的某用药。对对对，然后就是这道菜出来的时候，就是伊朗老板也都很喜欢，因为他觉得就很像艺术品一样，就是都会长得有点不太一样。获得伊朗老板赞赏，对对对，也是一个食物的艺术品。对，而且咸派最重要的是它不能是湿的，派皮不能是湿的。对对。然后我已经不用一下应该没 tendence 了，其实小富刚刚已经在旁边弄好很久了，他想说你们再不赶快吃，等下就冷掉就不好吃。但是你跟他说还是很好吃，你放心，真的好吃的东西不用含黑不会懂后生，而且它的咸派并没有就是因为里面的料很湿润而湿掉，好好吃哦，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烘食物，这个咸派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是另外一个特殊的口味。但是我看你里面的食材也搭配一些像节瓜，对，这种比较有口感、脆脆的。对，就是增加口感，然后也让大家可以多吃点青菜。也是啦，对，所以像暗涌跟咸食啊，在咖啡厅，对，好奇怪，我们介绍咖啡厅，但是我们先从咸食开始介绍，很受欢迎的其中一项啦。还有动都好色的东西，韩国好饮的东西，儿童太好来分享，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个整到节目当中。好，分享大家又做到福起来咧，我係總宇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啲台南一間青鐵皮嘅咖啡店，佢看到一間伊朗底肚哦，一間伊朗啊，大家看到家嘅外表很華麗啊，看起來很高級，唔是說就按樣送開門行落去就做得咧，唔是錢好不好？不用錢，我們可以去參觀，去感受一下這個藝術的氛圍。韓國人做得去二樓就是基本裏邊小富的咖啡店，做得來啉咖啡啊，喝飲料啊，韓國有懂得好色咧，算是點心嘛，好像超越點心了耶。我們剛吃那個鹹派，好像已經可以吃飽了，對不對？南昌有鹹派，撒哈爾兒童太下來分享嘅係飯，咖啡店的飯，而且這個飯的 Q 咪沒懂 T P 是剝皮辣椒加上雞腿的燉飯，對不對？它算是就是剝皮辣椒跟法式的白醬的結合的一個飯類。剝皮辣椒不是很台，很台，很台。對。主要那個時候會做這道，是因為我發現就是很多人到咖啡廳其實喜歡吃鹹食。真的嗎？對，然後就是但很多人喜歡咖啡廳，如果有一個提供一個飯類的話，其實大家都會蠻喜歡點的。然後大部分的咖啡店通常就是咖喱飯或者是紅酒燉牛肉飯，這些其實都很常看到。對。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想要做一點不太一樣的東西。對，那白醬它其實是法式料理裡面很基礎的一種醬料。對，然後那個時候我一開始就先把白醬跟雞肉做結合，那做出來後就覺得好吃是好吃，可是就覺得有一點點無趣。你也很要求。對，我就想要說，想要找一個比較有趣一點點的味道加進去。對，所以我就下班的時候我很喜歡去就是那種大賣場的那種，就是一直逛走來走去這樣。然後那個時候就在醃製物那一區就看到很多剝皮辣椒。對，然後我就想說，想說試試看能不能夠搭配在一起這樣。對，那試出來結果都還不錯。所以有沒有一些客人有一些奇特的回饋，你有印象深刻的？有，就是很常有客人看着菜單的時候都會說，是剝皮辣椒嗎？是我認識的那個剝皮辣椒嗎？對，然後他們試了以後，很多人會很驚喜於就是剝皮辣椒跟奶類、白醬類一起去組合出來的味道。對，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就是後生人啊，他們開自己的傳統也係咖啡店，就會不用去搞個風格，也係講去搞中醫的東西，還是說自己就是特別想要完成，想要給他的客人的那種氛圍，想要加入進去，所以會有很多特別的食材或者是奇妙的搭配。我覺得做的是到每一間店的不同的靈魂跟老闆想要給客人的感覺，我覺得這係輕體片的手材。但是其實小富會按用經營去家嘅咖啡店，同頭擺啲嘅學料理嘅過程，跟你求學的過程有關係，對不對？對。
我本科系其实不是餐饮业的，对我其实是哲学系毕业。哲学，对，我其实哲学系毕业，对，但是因为从小就一直都有在学生餐厅啊，或者是就是餐厅厨房打工，就是很对餐饮一直很有兴趣，一直很有兴趣，就是一直很喜欢煮东西这样。对，那毕业以后就到厨房去工作，对，然后工作了大概5、6年以后，就觉得自己的比较没有一些理论背景的基础，这样子，对，所以就决定去那个美国的餐饮学校念书，这样，对，那念完以后也就在纽约工作，这样。太厉害了！所以你有在纽约做过餐饮的经历？对，我在纽约的一间米其林2星的法国餐厅工作，还是米其林2星？对，有大概2年左右的工作经验，这样子。太厉害了！所以其实那在第一个先问，在米其林2星的餐厅上班，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压力非常大，对，因为就是主厨很凶，然后厨房里面就是的厨师非常的多。那因为它是一个米其林2星的法餐嘛，所以它的要求其实很高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你每一道端出去的东西都必须要是米其林2星的水准。好难想象对，所以即便是那种很小的配件，其实他们都会有很高的规格这样子。我浅薄的经验，我吃过的跟米其林有关的餐厅，可能都不会有很多的厨师，他可能就是一个厨师，然后这个料理就是他做出来的。我很难想象一间很大的餐厅，以杭州的有懂的厨师，然后这些厨师要做出同一个味道、同一个菜色。他们是这样要求的，应该是说，就是我那个时候工作的那个餐厅是它的一个套餐，可能是7道式的一个餐，那每一道餐都会有大概2到3个厨师负责，对，所以每一天厨房里面大概都会有30到40个厨师在服务当天的客人，好惊人！那一天大概就会有300-400个客人这样子。这应该是很特别的工作经历，难怪还可以在伊朗开咖啡厅，真给会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你在纽约大概多长的时间呢？念书大概2年，2年半，对，那工作也差不多2年左右。所以在纽约这几年4年。第一棍跟沟长东中会不会很想念布卡给家乡味？会啊，就是一定会。但就是我们在纽约那边有一群朋友，大家都是台湾人，然后我们都住得很近，对。然后所以常常就是在我放假的时候，我们就会聚集到某1、2个朋友的家里，对。然后他们就会跟我点菜。对，就会请我做一些，只有你会煮菜是不是？对，然后我就会做一些台湾的菜之类，像我很常在纽约大家朋友那边做，就是那个客家的咸汤圆啊。对，然后你是说就是很多因为红白汤圆的那种，红白汤圆，然后煮咸汤的那种吗？对，他们可以接受吗？不是客家人的，那是他们点餐的。是他们点餐。对，大家其实都很想念那个味道啦，对啊，所以就我在那边其实就很常会。试着用那边的食材，或者是就要特别去一些华人的超市去找食材，那就做一些大家很想念的味道，大家一起吃这样。对。那有请到就是你特定的胸会请到这些台湾的食材，但找不到台湾的食材，然后要另外取代想办法的吗？会有，或是做一些奇怪的结合。会有，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有人跟我说想要吃鳝鱼意面，好刁钻啊！然后，对我在纽约的地方，在纽约的就是不管是华人超市，或者是我真的买不到鳝鱼，对呀，对，那个时候就会要去找一些其他类似的东西来试着试试看啊。对，就最后你选了什么？那个时候有用到鳗鱼。鳗鱼也是长长的、滑滑的，对，但是就是尽量去模仿那个味道，这样子。好有趣。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段可能4年第一呀，米贵在纽約嘅亞吞時間，可能當然就是在米其林2星餐廳累積了你非常多的工作經驗跟能量以外，其實啲米貴成發的亞一段時間，應該有給你很多實際生活面的一些衝擊跟創意的想法，所以再把它搬回來台灣。所以你的店才会有台洋风的这样子的风格嘛，对不对？对，你也很喜欢这样子创意的冲击。对，
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喜欢去做一些有惊喜的料理，这样对，就是有的时候以前的师傅会说我很喜欢乱搞啊，你说米其林2星的师傅说你喜欢乱搞吗？或是以前在台湾的师傅就会说哦，吴小富就是常很喜欢，就是不知道在弄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料理这样子，对，那就是在以前刚开始经验不足的时候，当然就常常会失败，对，但是就是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或什么的，就是比较可以做出一些让大家比较惊喜的口味，这样。太客气了，真的都很惊喜。韩国都懂后生，撒哈拉儿童他有了分享哎，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让人家想说不知道吴小富在干嘛，因为他叫做地狱派。分享一下，地狱派是地狱派其实就是地瓜芋头派，对，那会有这一道料理出来，就是主要是大家在台湾很常见到就是苹果派嘛，对，那但因为麦当劳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推出香芋派啊，这期间限定，对，每年都会有一个期间限定的香芋派，对，那我自己其实是不喜欢吃芋头的人，什么？对，可是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很喜欢吃芋头嘛，对，然后每年那个香芋派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就会很疯狂的要去抢购，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可以做做看芋头派，对，然后做出来以后就觉得蛮好吃的，可是我就想说，那还能够再多增加一点什么元素，对，所以就想到地瓜芋头是台湾很代表很草根性的食物嘛的一个食材，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好，把他们两个一起结合起来，这样。好好吃哦，因为芋头其实，如果你跟咪西，有些不喜欢的人会觉得它很重，喜欢的人当然很喜欢。但是你加了地瓜进去，我觉得它会多了一点像是奶油或者是更柔和的感觉。对，它会把芋头的有一些人不太喜欢的味道去平衡掉，这样子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香气出来。而且还可以说，你看这是台湾的米西，对，没错，台湾的味道。而且外面没有看过，我目前还没有看过。你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应该那个时候做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有查了一下，也是没有看过有人在做。是哈，鼓手懂 TPA 都得做出七嘎的 T C， 但是小富的菜单其实是会一直更换的，对不对？对，不代表说我现在有地狱派，以后还会有地狱派。我会不定时换一些品项出来啦，对，因为店里面不管是人力或者是设备空间的关系，就我没有办法一次摆出所有的菜色。对，所以就会不定时的把一些菜色做更换，然后也会随着季节去调整。对，像可能夏天的时候就会有芒果类的甜点，那冬天就是草莓或什么的，随着季节会去做变换这样。哇，鼓手吼，某个时间都做得去，因为某个时间可能是到的东西我冇享用，还有东内容一同听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宇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台南的一間咖啡店，非常嘅有特色，因為佢到一間伊朗底肚，今日呢就咖啡店嘅主理人小富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有講到佢當到創意都同家嘅合作料理嘅經驗有關係，因為佢喺啲米貴紐約一間這個米其林2星的餐廳，我都沒有去吃過，人家竟然在裡面上班，真的是太厲害了。而且，當然學習嘅動作也得有工作嘅經驗以外，還有把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帶來台灣，帶來他的餐廳，帶來你的咖啡廳裡面，就是聽說是一個布丁。對，這個布丁是來自2星米其林2星餐廳主廚的食譜。对，就是因为其实我的店里面原本我是没有想要卖布丁的，对，因为就是很多咖啡厅大家都有卖布丁了，然后不想跟别人一样，我们在伊朗，我觉得外面很多人的布丁都做得很好吃了，对，那
但是因为还是有蛮多熟客或者是大家都会问说，有没有卖布丁这样？因为感觉喝个咖啡就很想要配个布丁，很适合，对。然后那个时候会得到这个食谱，主要是就是在那个米其林法餐的那个餐厅实习的时候，因为实习结束之后，我就会留下来帮甜点部门的主厨这样子，对，就是可能其他实习生就回家嘛，那我那时候想说啊，反正就是都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到这个餐厅来实习，对，所以就那时候就会主动去帮那个甜点主厨很多东西，这样就是看他需要什么忙，我就会尽量帮，对，然后。就实习结束前，就是大概前2、3天，我就有去跟主厨打声招呼，就说哦，我的实习要结束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好，就是很谢谢你这2、3个月很愿意帮忙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可以选3个食谱，对，他就说我给你3个食谱让你带走，好棒哦。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个主厨的布丁，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我要布丁。对，所以你就获得了这个布丁的食谱，对，然后把它带来，现在在 BB 咖啡里面是吃得到的。跟大家来讲一下，节目当中也在主持你呢，易理姐哦，易理姐给非常终于这个布丁啊，她把这个布丁称赞到不要的。这个布丁本来是小腹某熊威尔出嘞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但是最后放在你的咖啡厅里面，然后非常的受欢迎。对不对？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布丁哦，米其林2星餐厅主厨的食谱哦。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因为吹打可能会随着季节变换，所以布丁也不一定一直都有。对，啊，好可惜哦。所以就是要常常去嘛，常常去就会吃到不一样的东西。对，就是因为品项能够一次出的量有限呐，对，所以就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常常更换菜单，让一些在地比较常来的客人，他们会有多一点选择。对，很有特色的一间就是小腹，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干嘛。就像接下来这一杯饮料非常漂亮，下面是咖啡色，然后中间有一点乳白色，然后上面有一颗梅子。这一杯饮料是什么？它是杨桃酸梅气泡饮哦，要搅拌。对，要搅拌一下喝，因为台南的天气很热嘛，所以就是很多人常常进来的时候都是进一廊的时候都是满头大汗这样，对，然后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喜欢点气泡饮这样，对。那之所以做这个口味，是因为我早上都会去台南的菜市场去买食材，对，那我就发现每个台南的菜市场都会有一家卖杨桃汁的店。所以台南是非常爱喝杨桃汁的地方。对，就是我就发现，每个市场都会有人在卖杨桃汁，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用这个来做一个气泡饮，应该会蛮不错的。对，但是你的气泡饮不只有杨桃汁的味道，对，里面还有加一些柠檬啊，然后最后上面放的那一颗梅子，它也是台南在安平很有名的一个卖蜜饯的老店，叫正和兴。对，那我自己很喜欢吃它的梅子酸梅这样，对，所以就把酸梅加进去气泡水里面，然后酸梅的味道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来，对，所以就算冰块比较多融化了以后，还是会有那个酸梅的香气这样子。好好喝哦，真的很清爽，懂一甜的感觉，因为杨桃啊，然后酸酸甜甜的，好好喝哦，然后气泡又有那种茶的那种感觉。也甜的一笔，真也是清雄酥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喝的不仅，今天算是带很特别的品项来吼。对，今天咖啡都不想介绍了。对，今天就想说带一些比较我自己比较乱搞的一些品项过来。很特别。然后不止还有这个，还有一堆抹茶系列。为什么我说一堆呢？因为有抹茶跟各种不同的搭配组合，对不对？对。小腹是特爱抹茶吗？我自己其实以前没有很懂抹茶，但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高中同学，他是非常重度的抹茶控哦。对，有些人真的是爱抹茶的人会很爱。对，然后我每次只要跟他一起就是出去外面的咖啡厅，就是整桌都会是绿色的这样子。对，但是也因为就是很常跟他一起约出去，就发现喜欢抹茶的人到外面，他们的饮品选择其实很少。抹茶拿铁，对，几乎都只有看得到抹茶拿铁。对，可是像他是就是一天可能会去个2、3家甜点店的这种，那
他可能到第3家，他也不想再喝抹茶拿铁了。也是闪避抹茶拿铁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想说，抹茶的饮品能不能够不要再是抹茶拿铁？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想不到抹茶除了跟拿铁搭配之外，顶多最多有那种抹茶拿铁是真的有加咖啡的抹茶拿铁。但我就没有了耶。对，我做的话目前是让它跟一些新鲜的果汁去搭，比如说，例如说葡萄柚汁或者是苹果汁，抹茶葡萄柚、抹茶苹果。对。哦，好漂亮哦！看到照片，对，超美的。那因为就是不是牛奶类的关系，其实喝起来也会比较清爽。对，然后就是一样又回到台南，就是很热。对，所以很多喜欢抹茶的人进来，其实看到有不是抹茶拿铁的选项，他们就会很喜欢去尝试这样子。哇，对，这真的也是。我还蛮想喝喝看的，虽然根本也没机会吃到，不过有机会还真给想要来吃吃看，因为我本身也是蛮爱喝抹茶的，但确实就像你说的，你知道在减肥的人如果喝太多奶，其实会变胖，所以就会想说，如果抹茶可不可以跟其他东西来做搭配？我终于找到了小富，鼓手创意真给非常的重要，有这么多创意才会有这种各种不同的搭配。那我觉得这也是年轻人很重要的特色之一。那其实小富今年也有跟其他的咖啡厅一起串联来办活动，对不对？对。今年台南有一个咖啡厅互相串联的活动，那就是在台南总共有16间咖啡厅，然后大家互相做一个有点类似集点闯关的活动，这样对，我们会有一张集点卡，那就是只要大家到每一家咖啡厅去消费，它就可以集到1个章，那集到比如说5个章或者10个章，就会有这个活动特别专门为这个活动做的纪念品。就一些帆布包啊、衣服啊、玻璃杯啊这些的，好棒哦！对，所以16家就只要去看你完成几家，你就有不同的礼物。对，有16家在这次这个串联是有16家咖啡店互相串联这样。对。那这个期间是什么时候？7月22到9月22。哦，所以有2个月的时间。对，这个活动叫做南隆好咖株式会社。南隆好咖。对，株式会社。因为就是其实台南也很多的，譬如说酒吧互相串联，或者是甜点店互相串联。那咖啡互相串联，这个今年是台南的第一届有人办这样的活动，而且台南这么多咖啡店，对，台南咖啡店其实真的是大街小巷，对啊，所以第一次办，对，泰嘎亚2年也是刚好是暑假期间嘛，所以泰嘎都得多去来告撩一下，然后去吃遍台南的咖啡厅。鼓手上了，我觉得小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觉得这个单元应该会非常有趣。有发改购来问一下小富，第一题，最喜欢吃和最讨厌吃的东西。最喜欢吃的是西瓜，最讨厌芋头。芋头地狱派的芋头，真的这么讨厌哦？好，如果没有成为厨师，可能从事的职业是，有可能就会继续念哲学系。哲学系，不好意思，我问一个很蠢的问题，哲学系出来可能会是做哲学。所以会是做什么工作？学术当然是很多人会继续往上去念，对，但是哲学的领域其实很广啦，很多人他会往，比如说法律啊、文字啊，或者是对，其实我政治相关的其实很多，也有人会去做编辑，对，所以其实然后也会有人往数理的方向去做研究。天哪，哲学系好厉害哦，可以做很多事情哎，因为哲学系的门槛很高。对吧？哲学系在就是台湾的考试里面，它的录取分数其实不高哦。对，但是其实如果要继续深入去念的话，其实我自己觉得它的门槛是很高的。对，要能够再继续研究下去的话，其实蛮难的。对，了解。好，那最后一题，如果用一个食物来形容自己的话，会是西瓜吧？为什么？因
因为就西瓜就是圆圆的这样子，对，然后它其实水分很充，吃了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很开心，很舒服、很开心，很开心，没错，我今清凉的天感觉这样跟小富聊天，我也觉得很舒服、很开心。谢谢小富，带我们认识台南有一间这么棒的一间咖啡店。什么小富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跟数看，有限的时间记得要去台南找小富了哦。先休息一下，甜甜欣赏看好来做运动。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